多倫多亞洲文化與商業協會年度晚宴喺萬錦市舉行。今年以融匯文化、連接商業為主題，推動文化同商機。梅子輝報導。多倫多亞洲文化與商業協會會長張小慧表示，今年晚宴主題反映出協會現在嘅角色同使命，結合促進文化與商業機遇。咁我哋覺得咧，喺文化活動同商業活動裏邊咧，都可以 create 好多嘅機會係做生意，同埋一個叫做文化交流。協會成立以來舉辦嘅亞太風味嘉年華，以發展為社區盛事，透過美食與表演展現亞洲文化嘅多元，同時亦舉辦各項亞洲商務考察團，回應社區喺創業跨境合作各方需要。今次點解會舉辦呢一件事呢？都係因為美國嗰個關稅嘅問題。咁因為而家好多本地嘅商人都係一個即係佢哋有需要另一個出口，令到佢商業係做得即係多啲，同埋一個國際化啲。晚宴有來自各級政府官員、社區領袖以及商界人士，超過500人出席。